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42章14节到21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罪得赦免。在使徒行传的信仰告白当中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，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将要从那里来审判活人与死人。依照世界的法律观点来看，虽然我们都知道法律呢在审判的时候呢是无罪推论，但是一旦进入在法院里面呢，就有一方拼了命拼了全力，就要将被告来定罪这与基督信仰完全的不同因为圣经说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8节。约翰说得非常清楚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使人罪得赦免。以赛亚书42章14节到21节，上帝说，我已经沉默好久，没有理会我的子民，现在我要采取行动了，然后向阵痛的妇女大声喊叫，我要毁灭大小山冈，使草木枯干，我要使河流变为沙漠，使水池干固，我要领瞎眼的子民上路，走上陌生的道路，我要使他们的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崎岖的小路变成康庄大道。我要实现这事，绝不失信。那些相信假神的人一定败退，仰赖偶像的人一定蒙羞。上主说，耳聋的人听吧，瞎眼的人看吧。世上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盲目？有谁比我差遣的使者更耳聋？以色列你看了许多，却没有心得；你听了许多，却没有领悟。上主一心要伸张正义，他要使法律发扬光大。保罗一直是初代教会的导师，教会规范的制定者，也是众多外邦教会的开拓者。但是他不只是在管理这些教会而已，他更是教会跟初代基督徒们的代祷者。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，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14节，他明白地提到一件事。因此自从听到了有关你们的消息，我们不断地为你们祷告，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，能够充分地认识他的旨意，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，凡事使他欢喜，同时你们会生活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，对上帝的认识也会增进。愿你们从他的荣耀全能当中得到坚强的力量，有耐心的忍受一切，要以快乐的心感谢天父，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信徒们那光明的国度所保留的福泽。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使我们的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之下。借着他的爱子，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保罗的教导期待初代的教会基督徒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罪得赦免，并且使基督徒的生活能够得到自由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生活上面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见证主名。
诗篇146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土，他们策划当天变成泡影。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的，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着他的诺言，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到自由，使盲人能够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辅助孤儿寡妇，他要挫败邪恶的人的诡计。上主要永远作王，西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，使我们蒙恩得救。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